大家好啊，歡迎收聽鬼靈精怪講故事。你只需要幾分鐘嘅時間就可以欣賞一個恐怖嘅鬼故事。麻煩各位聽眾俾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啦，因為有你嘅支持，我先會行得更遠嘅。咁而家故事開始。牛頭角呢個地方有好多靈異故事，雖然上下村已經拆卸咗，但係仲流傳咗好多猛鬼嘅故事。而今集講嘅故事就係關於回魂夜。全哥死於工業意外，佢係一家人嘅經濟支柱。呢一次嘅工業意外令到佢太太同佢啲仔女十分之悲痛同難過，雖然係難以接受，但係都要積極面對。而全哥嘅身後事亦都要一一打點同埋處理。而大家都應該知道，人死後總有好多特別嘅事發生嘅。當然每個人嘅信仰都唔同，所以處理嘅方法亦都唔一樣。而全哥嘅妻子亦都相信人死後係有回魂呢一件事嘅，所以回魂夜當晚佢準備咗好多酒水飯菜，同埋全哥中意食嘅嘢，更加唔少得嘅就係鬼差大人中意食嘅雞蛋同埋燒酒啦。而佢太太亦都好希望知道佢究竟真係有冇回魂，所以佢喺個地度灑咗好多粉末，從而得知佢有冇翻過嚟。就係咁樣，佢哋一家三口當晚就好早瞓啦，因為道士同佢哋講過12點鐘之前最好就要快啲休息啦，如果唔係撞到鬼差大人就好麻煩啦。當然佢對仔女亦都好細個，亦都有啲驚，所以佢就同媽咪瞓啦。去到12點鐘嘅時候，好似有啲聲音出現咗。雖然佢哋一家三口話就話好早瞓，但係其實佢哋係瞓唔着嘅，所以去到呢個時候，佢哋聽到有啲鐵鏈聲，而呢啲鐵鏈聲係一步一步由遠處慢慢傳過嚟嘅，由細細聲慢慢越嚟越大聲，一步一步咁樣靠近，而去到擺放祭品嘅張台嘅時候，啲聲音就停止咗。唔止咁樣添啊，佢哋仲聽到好多食嘢嘅聲音，亦都聽到啲鬼差大人喺度講嘢。而兩個鬼差大人言談之間，同佢老公講：你盡快睇你個太太啦，因為睇完之後你再冇機會見噶啦。仲有你嗰對仔女啊，佢哋都好可愛，快啲去睇佢哋啦。全哥嘅太太聽到鬼差大人講嘅呢番說話，即刻扮作若無其事，喺度繼續扮瞓覺。咁當然佢太太都係故作鎮定啦。佢太太亦都聽到一啲解鐵鏈鎖扣嘅聲音，然後仲聽到一步一步慢慢靠近佢嘅房門，而且仲聽到開門嘅聲音，一絲一絲嘅寒氣慢慢靠近佢，而佢亦都感受得到佢老公喺佢身邊度徘徊，然後又慢慢靠近佢嗰對仔女，跟住佢老公又回到佢身邊，慢慢咁樣撫摸佢，仲聽到佢老公同佢講：再見啦，你要好好咁樣照顧我對仔女啊，我愛你啊，老婆。而佢太太聽到佢講呢番說話，對眼就已經流下眼淚啦。當刻其實佢好想睜開佢雙眼望一望佢老公嘅，但係無論佢點樣掙扎都係開唔到，好似有啲膠水咁樣黐住佢，擘極都擘唔開。雖然佢對眼睛係睜不開，但係佢個口仍然都可以活動。佢突然之間講咗一句：我愛你啊，老公。而佢老公聽到佢呢句說話，慢慢又再靠近佢。佢太太仲感受得到，好似有一對手幫佢抹眼淚，而佢哋大家都知道，今次係佢哋最後一次嘅接觸，將會係陰陽永隔，再冇機會見面㗎喇。而冰冷嘅手，溫暖嘅感覺，漸漸就令到佢太太慢慢咁樣入睡咗啦。而喺佢入睡嘅期間，夢境嘅裏邊，終於俾佢見翻佢嘅先生啦。而喺夢境裏邊，佢哋互相擁抱，跟住佢先生同佢講咗最後一啲道別嘅說話之後，佢太太就醒咗啦。醒翻嘅時候已經係天光啦。佢小心翼翼咁樣開門睇下鬼差大人同埋佢老公會唔會仲喺度。咁當然佢乜都發現唔到啦。唯一佢察覺得到嘅就係張台裏邊嘅食物真係有喐過，同埋個地下裏邊啲粉係有腳印嘅。咁即係話，琴晚佢唔係發夢，一切都係真噶。之後佢又問翻佢啲仔女有冇感覺到爸爸有翻嚟啊？佢對仔女異口同聲咁講，喺夢境裏邊見到爸爸攬佢同埋錫佢，跟住同佢道別。而佢哋兩個講嘅都係同一番說話，咁即係話佢哋喺夢境裏邊係互相有接觸到嘅。正所謂人生無常，好多事我哋都唔能夠解釋得到嘅。正所謂珍惜眼前人啊嘛。好啦，咁今日嘅鬼靈精怪講故事43集嘅牛頭角回魂夜就暫告一段落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呢個聲音導航，記住俾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啦，因為有你嘅支持，我先會行得更遠嘅。咁多謝各位，拜拜。